大家好，歡迎再一次嚟到紅茶館。首先呢，問一問大家個問題啊，同大家開一個賭局啊。曾經咧試過喺世界上咧有一間嘅賭場入邊呢，就喺個輪盤上呢，就發生過一件好奇特嘅事。發生咩事呢？就係話喺個輪盤上就連續咧開咗20次嘅黑色嘅骰仔。當然大家如果有去賭場都知嘅，骰仔咧，譬如去入邊咧，淨係會開黑色或者紅色。但係嗰次咧就咁啱咧，就連續開咗20次都係黑色。好啦，想問問大家，如果假設你係要落注下一注，你會係買紅色啊，定係黑色咧？呢個答案咧未開之前咧，俾大家諗諗先。真係好有趣一個問題。同埋今集嘅內容咧，如果大家想了解究竟自己係屬於賭徒嘅心態咧，定係投資者嘅心態咧，真係聽到落尾，千祈唔好咁快離開紅茶館嘅節目。好啦，喺節目開始之前咧，都想再一次提提大家，我嚟緊咧喺4月27號星期日上午10點到5點鐘就會幫工聯會教一個房地產嘅課程，個名咧就叫做以公司持有物業嘅法規同埋稅務分析。個課程嘅內容主要咧就會去分析返，如果用公司持有物業一啲嘅法例嘅規定啦，同埋一啲稅務嘅節省嘅一啲嘅分析嘅。另外基於而家由於成個嘅世界嗰個經濟局面啦，我哋香港嘅經濟嗰個變化咧，瞬息萬變啊！好多我身邊一啲嘅朋友啦、學生咧都好心大心細啦，究竟而家個樓市何去何從啦？究竟應唔應該再喺香港買樓啦？當然喺 YouTube 裏邊亦都有唔同嘅 KOL 咧，都分析過而家個樓市嘅情況嘅。我諗我自己喺呢行裏邊都大話都有20年嘅經驗咧，同埋喺教房地產嘅經驗都已經10幾年啦。我希望可以俾翻我自己一啲獨特嘅睇法俾大家作一個參考，希望我嘅經驗同埋知識可以再一次俾到大家一啲嘅啟發，從而令到大家可以作出一個比較明智嘅一個決定啦。無論上車落車或者買定唔買，當一個嘅參考嘅。希望禮拜日見。因為就快截止報名啦，如果係要報名，希望盡快喺呢1-2日內咧就自行上網或者去工聯會各中心去報名就 OK 嘅啦。希望到時見。好啦，講翻頭先嗰個正題。你哋會揀紅色定係黑色呢？因為連續開咗20次嘅黑色啦。其實咧好得意嘅，呢個嘅答案呢，如果你係揀黑色或者係紅色呢，係會代表一個咩嘅心態呢？我會話俾大家聽嘅。好啦，講嗰個結果先。其實喺當時呢，的而且確，大家可能都會有啲意外，原來第21次開出嚟嘅顏色呢，依然都係咩啊？都係黑色嘅。但係咧，當時咧喺個賭場裏邊咧，好多人咧係買咗紅色嘅。大家諗到點解當時有好多人係買翻紅色啊？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有個心態就係話，既然都開咗20次嘅黑色，咁照計冇理由咁啱第21次都係黑色噶嘛，就一定係紅色噶嘛，係嘛？如果大家有呢個心態呢，對唔住啦，可能大家就陷入一個我哋今日要講嘅一個心理嘅盲點，就係個賭徒嘅謬誤嘅心理嘅陷阱嘅盲點。如果大家咧明白咧，其實呢啲嘅喺賭場裏邊咧，譬如擲骰仔又好，輪盤又好咧，基本上佢嗰啲出嚟嗰個
嗰個嘅紅色、黑色完全係屬於獨立嘅事件嚟嘅。就理論上咧，如果純粹用數學上嘅概率去計咧，其實都係1/2嘅機會啫。一係就紅色，一係就黑色，就唔會話因為你開咗20次嘅黑色，第21次就會令到開紅色嘅機率咧就提升嘅。基本上咧，第21次開黑色同紅色嘅機會率咧都係1/2嘅啫，即係大家都係一半一半嘅機率，就唔會話因為你開咗20次黑色之後，紅色嘅機會率咧就高過50%嘅。大家明唔明呢樣嘢啊？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一個喺數學上咧一個好叫做獨立嘅事件啊！獨立嘅事件係唔會受到外來嘅一啲嘅因素外力去影響到嘅，即係等於買六合彩一樣。六合彩嗰6個 number 咧，加埋個特別號碼7個咧，基本上咧佢都係隨機嘅。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身邊有啲嘅朋友啦，或者你自己啦，點樣買六合彩㗎？有啲人買六合彩咧就好似好認真嘅，好聰明嘅。咩意思咧？佢會將每一期嘅六合彩嘅 number 就 mark 低記錄低。咁咧跟住咧，佢下一次去買嘅時候咧，點樣買啊？譬如當啦嚇。之前開1、2、3、4、5、6、7啦，當啦嚇。咁佢下一期咧，佢會點樣買啊？佢會唔會買翻1、2、3、4、5、6、7啊？基本上咧，原來好多人咧，如果佢一個賭徒心態嘅話咧，佢係唔會買翻1、2、3、4、5、6、7嘅，因為佢認為，既然上一期開咗1、2、3、4、5、6、7，下一期就唔會開翻1、2、3、4、5、6、7咁啱嘅。咁呢種嘅心態咧，好明顯就墮入咗一個賭徒心態，因為佢唔明白其實六合彩都係一個隨機，係一個獨立嘅事件。佢亦都唔會係因為上一期開咗咩嘅 number 而影響到下一期嘅 number。即係話理論上，如果純粹用一個數學嘅一個概念率去計嘅話咧，如果有一期佢係開咗1、2、3、4、5、6、7，咁下一期咧理論上開翻1、2、3、4、5、6、7個機會率基本上係一樣嘅。大家明唔明白嗱？咁呢樣嘢好緊要嘅，一定要明白呢個嘅心態。好啦，跟住講翻啦，其實點解有啲人咧會有呢種嘅賭徒嘅心態，一種嘅墮入呢個心理嘅盲點咧？基於係咩原因咧？原來咧，我哋人類咧好多時候咧，對於一啲嘅未知嘅一啲神秘嘅嘢咧，我哋係由於冇辦法去掌握嘅時候，冇辦法去好明白或者好了解嘅時候咧，冥冥中咧，我哋會存在一種叫做神秘主義嘅思想，甚至係會認為背後係有一種嘅力量係控制住、平衡住我哋嘅命運嘅。咁呢個當然呢個係好多人會墮入一個陷阱啦嚇。咁啊特別如果一啲嘅賭徒咧，佢哋好相信命運嘅，係特別迷信嘅。大家唔知有冇留意？佢哋係唔會好理性去用一個數學嘅或然率去計數嘅，即係總之發生某一啲嘅事，好個別嘅事咧，佢哋就會係好斬釘截鐵，就係相信係背後有命運嘅操控。我喺之前好多集嘅思想系列裏邊咧，其實都講到或然率呢個問題。其實好多嘅事件嘅發生咧，我哋由於投入咗我哋太過主觀盲目嗰種嘅心態咧，就疏忽咗一啲其他大部分嘅情況嘅。咁甚至係一啲睇相嘅事件，我都講過好多次嘅。當佢睇相，你會覺得係好準，但係其實唔係真係咁準嘅。當你睇翻大數據嘅時候，譬如舉個例子啦，我之前都講過嘅，有啲嘅人咧去睇相，咁
咁啱，可能嗰個睇相師傅咧就真係所謂批中佢嘅命運喎。究竟係咪真係嗰個睇相師傅好勁咧？當然啦，我解釋過啦。其實好多時候咧係點解會係出現呢個嘅迷思咧？就係因為當一個睇相師傅，如果佢當佢睇咗100個人嘅相，咁如果咁啱佢批中咗一兩個或者兩三個，咁嗰一兩個兩三個咧就會認定咗呢個睇相師傅好準嘅。但係佢由於缺乏咗一個嘅知識，一個數據，就唔知道呢個睇相師傅原來大部分嘅情況，即係對於其他人嚟睇相嘅話咧，佢都係睇錯嘅。咁由於佢根據翻佢一個個別嘅一個經驗咧，由於喺佢身上就咁啱睇中咗啦，即係批中咗佢個命運咧，咁佢就會認為呢個睇相師傅就好準嘅。咁當然大家客觀去分析翻，呢個睇相師傅其實根本睇大部分嘅人，絕大部分人都係睇錯嘅嚇。咁呢點希望大家要留意。好啦，咁曾經咧，其實都有個笑話嘅。有一個人咧，去上飛機咧，即係呢個笑話嚟啫。佢就會帶埋一粒嘅炸彈咧上機嘅。有人就問佢：咦，點解你會帶埋個炸彈上機嘅？嗰個人就答翻佢啦。因為咧，一般嚟講咧，上飛機咧，如果即係遇到有人帶炸彈上機咧，個機會率其實已經好低㗎啦。咁如果我已經帶咗一粒炸彈上機，咁如果再有另一個人帶另一粒嘅炸彈上機咧，呢個機會率基本上冇可能㗎啦。咁所以我帶一粒炸彈上機咯，我要令到嗰個機會率減到零嘛。嗱，咁當然呢個係笑話啦，大家明唔明佢個謬誤喺邊啊？即係佢會覺得自己帶咗一粒炸彈上機，就會導致到咧其他人咧就唔會帶炸彈上機。咁呢個其實係好荒謬嘅一件事。其實佢帶炸彈上機同其他人帶唔帶上機咧，基本上係冇關係嘅。件事即係係獨立事件嚟嘅。嗱，咁呢個又係好多人咧會將一啲獨立嘅事件咧就係搞唔清楚嘅。有啲有關係嘅嘢咧，就係佢又分唔到。即係人咧就有個最大個盲點位，就係將一啲冇關係嘅嘢咧就扯上有關係。明明一啲有關係嘅嘢咧就講到冇關係嘅。咁希望大家明呢樣嘢啦。嗱，譬如舉個例子啦，另外仲有一啲例子嘅，譬如一啲嘅經濟啊，譬如股票一個好好例子。譬如某一隻嘅股票而家已經係跌到好低位，咁當佢跌到好低位嘅時候，咁究竟應唔應該入呢隻股票咧？有啲人如果係用一種賭徒嘅心態咧，就會認為，哇，佢已經跌到咁低啦，咁應該會反彈噶嘛，咁應該要再買咯。嗱，如果大家純粹係用呢種嘅賭徒心態咧，咁就好大劑嘅。因為一隻股票當佢跌到某個低位，佢究竟會係繼續跌啊，定係所謂嘅反彈咧？個關鍵位要考慮翻佢當時嗰個公司個營運個實際個情況啊，就唔係講緊純粹用一種好盲目、用一種賭博式嘅心態，就係認為低就一定會反彈，高就一定會跌。即係所謂高處未算高，低處未算低，就係呢個道理。大家一定要用一種獨立嘅思考去睇翻究竟事實佢而家嗰個情況係點樣，未來會係點樣去呢間公司個發展，咁先係一個比較明智嘅決定，買唔買呢隻股票。好多時候咧，我哋如果一個人帶住一種賭徒心態咧，其實會影響到我哋好多嘅投資嘅決定嘅。咁希望大家明白呢樣嘢。好啦，咁今集講到呢度為止，希望大家呢集都可以幫到大家明白認識翻究竟自己有冇一啲賭徒嘅心態。如果有，希望大家都可以戒除。
希望大家投資可以成功嘅。好啦，咁如果今集紅茶館可以幫到大家嘅，覺得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紅茶館，多多幫手嘅免費嘅訂閱，同埋俾翻個 like，同埋又分享出去啦，同埋就有乜嘢即係討論嘅，希望喺留言區大家可以分享翻你哋獨特嘅睇法俾大家。多謝大家，下集紅茶館再見，拜拜。